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全球的海花正面临流失的危机，像咱台湾西部的海花，因为人工过度开发，加上超抽地下水，咱的海花线等于每一年3公尺到20公尺的速度在倒钩。有一个长期关心环境生态的郑秋华女王，为2015年开始，就组成团队，启动伫海花造林的工作。因为从讲是露水恶地分林大洗海岸来出发，5年来已经伫台湾的各海花种下着35万丛的树啊。咱继续来看这位郑秋华女王，安怎替台湾来打造出一道又一道海花线的绿色的长城。那些天顶金色日头照伫海面上，闪闪烁烁，伫海边散步真爽快。台湾的海花线全长1500公里，是岛屿上界珍贵的环境资源。因为随着土壤盐化、地层下陷，台湾西南部的海花，逐年拢以3公尺到26公尺不等的速度咧退缩，咱的土地正面临危机。这是台湾西部海岸中央地分林大洗海岸观光区，扩开海保新生地。分林县政府本来要打造成生态湿地，不过因为土壤盐化受过严重，计划暂停。眼前的景象是规片的爬园，风被刷有够济。详细看，土壤顶面各白岩，完全无辜负露水恶地外号。今日上头前，地婆啊穿红红外套，全副武装，伊是听礼仪，被外界封为郑秋华女王。大家读的是生物系，捌伫雪霸国家公园做导览员，以及台北市立东园的助理研究员。自细汉受到老爸影响，或者个听礼仪，对环境生态尊重甲热爱。2019年，资深基金会成立郑秋华团队。2015年，听礼仪开始伫台湾的西部海花造林，头一个地点就选伫分林大洗海岸。这个其实是比较耐盐的树，它叫蓝李，然后它当时就是像这样这么小棵，这样就是这样很小棵，了不起这么大，可是叶子少少，然后地上全是白盐。想到头一摆来到这第一目的震撼，到即摆依然无都放袂记。听礼仪法院要伫全台湾种树啊，不过头一关都要先克服，要安怎让树仔在伫这款无营养的土种会活。因为水宝盆它有2个孔洞，那我们一棵树苗会各穿过一个孔洞来种，所以我们开始种之前要先做定位。一摆过一摆的经验累积，利用回收的纸做成环保型，设计出会使欠水的水宝盆。这项创意发明总算或者树仔会使伫咸地大长。我们其实对于水宝盆还有植物的需水其实是很注意，因为树苗在刚种的时候，它其实不能缺水，它缺水的话，它们就会存活率下降。详细保护每一丛树仔，定期等来到分林看。为空中来看，12公顷的土地已经被染到一颜的青色，甲附近海岸线比较起来，特别有生机。提供这个树仔养分，就挖靠这棵4公顷大的生态池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态池啊，把这一片变成绿地。对，绿地，而且还有把这边很咸的地呢，慢慢的淡化。虽然没有全部淡化，但是它的淡化程度已经可以让树长起来了。2015年春天，听礼仪找生态工程专家张文贤来协助打造人工生态池，佮都要定期来甲做健康检查。我们现在要测这棵植物旁边的土壤状况。那一般我们会测的
数值，就是它的 EC 值，还有它的 pH 值，8.44差不多。那这样是高吗？这样算蛮高的。用仪器来测这个图，赶快是盐分伤悬，无适合种树啊。资深种树团队的丁玉芳甲刘建福两个人负责检测边仔土壤的酸碱值。经过4年外对中因深刻了解，要有这片沃土种出规片的树苗，恐惊要有真长的路要行。对，现在我看到整片这些树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是非常高兴，因为其实等于是说，原本来这里呢是一种好像你看到这个景象，就会觉得在心里面对这里的印象是一种很荒凉，然后是一种消失、衰败。当我们一直呢把这些好的东西带进来，一直给这一块土地爱心，然后也实质的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竟然可以在2年之内呢，就把这里转变过来了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在意义上也感觉到，就是说，看我们人怎么对待土地，我们是一直拿的话，这个土地就会没有，就会消失。台基海岸这里的地层下陷非常严重，海水涨潮的时候跟地面的高低落差非常的明显，仰赖人工湿地达到涵养淡水、防风定沙来减缓地层下陷的速度。5年时间，听咧伊带团队和大西海岸线发出一片的小小绿洲。当海岸消失危机正是全台湾进行式自林的希望工程都未使前，佫都要继续向外扩展。对听咧伊的脚步，采访团队来到未了。2017年，林务局委托听咧伊服务4公顷保安林，这挖近6轻工业区，嘛是落水溪出海口。每到冬天，东北季风一个吹，拢是风飞沙，无挂吹暗一开嘴就会食着沙。会使想到讲，住伫附近的人，因生活的环境有偌歹。这都是会，这很明显哦。为了我树叶会使靠一年的沙落来，听咧伊团队打造的绿色长城，炸沙的效果真好，抵抗沙尘的侵蚀。我觉得你看，空气经过它以后，空气就会干净。它是大自然的空气清净机，就是树林，带着飞沙的风穿过树林的时候，很多沙就被它拦下来了。伫上无营养的土，我都将树仔种的成功，照着这个丰富的经验，听咧伊2018代表台湾去摩洛哥参加全球调树运动，发愿要种10亿丛的树仔。Right now we are going to pledge that we will do our best to plant 1 billion trees worldwide for the Earth. 哇哦！我就发愿中1亿，但是呢，我的英文呢，有人告诉我1亿的英文是1 billion， 然后我就讲了1 billion， 后来讲了以后才发现原来那是10亿，那我也就只好认这个账了。然后那个认了这个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啦，就是说1亿可能真的不够这样子，那就10亿这样子。所以中10亿，那在台湾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做。任务艰难，也过听咧伊拢唔惊，我靠这份信念，种树的行动已经遍及全台湾。北纬万里金山，南到屏东恒春，东部嘛拓展到台东宜兰，每一块绿地，拢以保护土地执着甲心意。全台有12个县市，然后35万棵树都在海岸地区守护，希望他们赶快长起来，变成真正的绿色长城，然后保护我们大家。专家提出研究，台湾西部的沿岸中华森林、嘉义甲台南，拢被列为地震下陷、海涌侵蚀高风险区。敢若我靠少数人的努力维护市，都要有更加侪人来响应，叫做鞏固咱的海岸。云林、像嘉义这些地方，过去地下水长期超收，它有地层下陷的问题，而这是永久性的损害。在地层下陷的这个位置，它像一个碗一样，那海水会倒灌，也会让这个土地盐化，然后也让这个那边的植物很难生长。所以我觉得海岸林的保育加上人工湿地2个配合在一起，就可以让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环境可以慢慢恢复原有的这种健康。我们可以让这些冲击变得比较轻微，然后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可以比较
往后延缓，因为海平面上升这种未来几百年、几千年都是没有办法这个回避的事实。全世界有31%沿海的所在，因为人为开发加环境污染，正遭受危险。有60%的太平洋，加35%的大西洋海岸，海岸线则以平均每一年1公尺的速度遭受侵蚀。气候暖化、海平面上升，这是全世界正面临的重大危机。加海征地非常的困难，大自然的反扑无度抵抗，因为依然有不少人愿意空手替这个土地起一个宏伟的高墙，守住海岸底线，守护咱的家园。虽然现在地球危机这么大，环境危机这么大，可是我们整体的人类愿意去醒觉，然后重新的来做一些对的事，我相信环境会又很快的转变过来。